Jauh-jauh tu sa kajam zaman na makai tina na sulibat. Saka tu so kajam zaman na uraja sopi na kai nuat semas. Imazai tua pinasa sevali-valitan. Jai sangasan. Imazai tua tapuru katu una makayan. Imazai tua sepaca karan pacu sepaca puru katu jero akaran. 历代至上16章4节到43节。大卫指派一些利未人在约柜前面领导人民唱歌、颂赞、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亚萨是队长，撒加利亚是副队长，亚歇、斯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和耶利坛竖琴。亚萨打摇把，两个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按时在约柜前面吹号。这是大卫第一次指派亚萨和他的利未同胞负责歌唱来赞美上主。你们要感谢上主，宣扬他的伟大，要向万国述说他的作为。你们要感谢颂赞他，要述说他所做奇妙的事。你们要荣耀他的圣名，愿所有寻求上主的人都欢乐。要向主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上主的仆人雅各的后裔啊，他所拣选以色列的子孙呢，你们要记住他奇妙的作为，要记得他所施行的审判。他是上主，是我们的上帝，他的权威遍及全地。你们要永远信守他的约，他的应许达到千代。他要信守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守住向以撒所发的誓。上主和以色列立永久的约，和雅各定永久的条例。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作为你自己的产业。上帝子民的人数有限，在迦南地聚居，他们从一地里漂流到另外一地，从一国流浪到另一国。但上帝不容许任何人欺负他们，为了他们的缘故，他警告君王。他说：不可为难我拣选的仆人，不要伤害我的先知。全地要歌颂上主，要天天传报他成就的佳音，要向万国宣扬他的荣耀，要向万民述说他伟大的作为。上主至大，应该大受颂赞，他应该比万神更受敬畏。列国的神都不过是偶像，但上主创造了诸天，光荣威严环绕着他，大能喜乐充满他的殿宇。地上万民都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他的荣耀和大能力，要颂赞上主荣耀的名，要须带供物到他面前。当上主显圣的时候，要俯伏敬拜，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大地肃立，不会动摇。欢要吧，大地和天空要向万国宣布上主掌权。呼喊吧，海洋和其中的生物，欢乐吧，田野和其中的产物。那时候林中的树木要欢呼，因为上主来治理普天下。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向他说：上帝，我们的救主啊，求你拯救我们，求你从各国把我们领回来，好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颂赞你的圣名。要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要永远赞美他。接着人民同声回应说：阿们。他们都颂赞上主。
大卫王派亚萨和他的同胞利未人在安放约柜的地方主持礼拜事宜，他们要天天在那里供职。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和他本族有68人，被派协助他们。何萨和俄别以东是守门的队长，但是祭司沙都和其他的祭司在畸变的敬拜场所主持敬拜上主的事。每天早晚，他们要照着上主给以色列人的法律书上所写的，在祭坛上献烧化祭。跟他们一起的有西曼、耶杜顿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特别被挑选出来，向上主歌唱，颂赞上主永恒的慈爱。西曼和耶杜顿也负责号角、摇把和其他乐器，这些乐器是唱赞美诗歌、吹奏的。耶杜顿的子孙负责守门的事。后来，所有的人民都回家去，大卫也回去，跟家人同住一段时间。爱出开暖怎么？Satu cu asin apuro kai imazai tuam大布鲁嘎杜伊达嘎兰，要向上主求帮助，要时常敬拜他。历代志上16章11节。Satu suakajam-jaman asini pupatarvan， 颂赞感谢上主。Semaparavat amarva tuaja kama idarivava。大卫将上主的约柜安放在预备的帐篷里，然后向上主献烧化祭和平安祭。他并指派一些利未人在约柜前面领导人民唱歌、颂赞、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个诗班的制度一直持续，甚至在波斯皇帝塞鲁士下诏，让以色列民可以从被掳之地返回故乡重建，仍按照大卫王时代传下来的规矩赞美上主。经文中这首赞美诗是以诗歌的方式，以歌唱的方式颂赞在以色列重大历史事件中上主的拯救。历代志作者把上主对以色列的救恩史摆在反悔故土的人民面前，让他们在百废待举的困境中回想往日上主的救恩，使他们的心智得坚固，并体验到他们渴望的复兴将再次实现。许多反悔故土的人民都感受到他们的族群人群稀少，容易攻击，这在他们修筑城墙时屡受阻力，被迫停工，还得边修建边守卫，就可深刻体会。虽然如此，作者极力指出，故土的人民以色列在这个族群是上帝的子民，并且仍受他的保护，要向上主帮助，要时常敬拜他。作者借此颂赞许许返回故土的人民，在享受上主的恩典时，也当委身的敬拜服侍。基督徒聚会中常吟唱诗歌，内容多为颂赞和祈求。我个人的领受是，透过旋律、诗词来颂赞上帝时，能和作者同感信仰的旅程，信仰被激发而火热起来。在颂赞上帝时，越感动就越感谢他，越感谢就越觉甘甜。在颂赞中，越能因上帝所施予的奇妙恩典而感动，越能
持续对他献上满满的赞美，满足与上帝恩典的赏赐与恩待。在人生经历中，我体验到上帝奇妙、充满恩典的带领。每每颂赞后，都会重新燃起要更努力、尽心尽力服侍、分享上帝恩典的心志，来回应他在我生命中奇妙带领与丰盛的恩典。不仅个人颂赞，每天晚上10点是我们家庭的祷告时间。家人会暂时放下手边事务，聚集在客厅。在这分别为圣的时刻，每人简短分享当日的生活、工作、学习、人际互动。基本上我们会为这天的一切颂赞上帝。虽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称心如意，但我们坚信相信上帝确实一路引导。接续我们会提出明天的行程，彼此代祷，最后轮流奉上帝的名彼此祝福。当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是在宣告我们坚信在过去年日里，上帝对家族的恩待，也确信明天的脚步，上帝会引领每一位家人。我相信每一天生命真实的体验，犹如一首诗般的见证，在彼此的分享中充满感恩。我要时常颂赞上帝的作为和荣耀。现在都说个jaman颂赞感谢上主。Para tanga kasivarungi asama parawat zemenger amarva tuaca cemas. Kumalia nama tainu ta kina kemudian ni mazeka cawan tiayau. Nuparoro tetina limita ada wa marva asama parawat paada itu aca cemas. Masarutin to izo cemas sarui lemaka vitanutin na parorau. Nuna kisamulatin, nuna papulatin, tara sama parawat setin, tara zemengratin tu aca cemas. Sakatitin nakuanu katina paada itu aca cemas. Nakuanu ikatina parorau tanga sama parawat zemenger sama parawat setu aca kama itari vavau. 写呀呀，我要时常颂赞上帝的作为和荣耀。巴罗罗当啊，什么巴拉瓦zemenger tua kilivak tua ligu nua cemas ayaya tu soka jaman-jaman asini papu pisul sini padlaruai ta nutin sakala tinana kemelang tua ta cemas mavana ta kasijuan tua ta pisul tua manaru ta sika makaina mapaseling ayakana pasamarau adimikiki ti mazai tua 颂赞感谢上主。爱主啊，是你把给你们都说个jaman-jaman诗般的服饰，帮助人们亲近上帝。透过旋律意境、歌词诉说来感恩祈求，这是上帝赐予的恩赐，理当回报颂赞上帝，并使同性的弟兄姐妹得益处。Sinaya tu saka jaman-jaman aruta gagalui na kinemen latina nagamalo a kinemen ay kana pasamarao kainuri。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为生活中的大小事颂赞感谢，在人生的每一时刻纪念你的救恩，奉主的名祷告，阿们。Mali tu saka jaman-jaman na makaitina misa selang sumupu ilaroy tu amana sini pada zakatan wata ceman lata pina ene saca paroro tanga semam parawat zemenger marwa tu aca kama ayakana pasamarau saka mali no izo ini kana malunga aku sinupuan lamuna pa zakatanga mapolat saka mali latina na suleva tu saca kini adawan taja 平安